大家好，我是阿廖，我是弹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编的。我为头一年的编的做到大，所以我已经做这个工课3年外。除了我以外，还有其他的编辑，还有6个人。今仔日我要来小解台语路的编辑来做什么款的工课。我今仔日的题目是台语路的头一步路母语意识。我先来直接来讲，安尼母语意识是啥物咧？为虾米咱来有母语意识？因为即马主流的环境拢是华语为主因为咱嘛是拢是受华语的教育的，所以即马一般的父母拢感觉讲，华语甚至是英语、外语，拢比母语搁较重要。所以母语意识就是想要改变遮个父母因的观念。要互遮个父母知影讲，母语其实是最重要的代志。因若有遮个母语意识，因就有动机，可能会想要为母语做一寡代志。譬如讲去外口的时阵，讲一寡台语，也是教囡仔讲台语。因若有动机，若看到一寡资源，也是譬如讲有人做过，伊可能就会想讲，那我嘛来做这个行动。母语意识嘛是互遮行动，譬如讲教囡仔讲台语，也是出外讲台语。遮个行动会使坚持落去的重要的原因。我即摆要来甲大家分享讲，我的头一步台语路，就是教囡仔讲台语。其实自我囡仔出世的时阵，我就一直想讲，我要互伊会晓讲台语。毋过迄阵我还都无做任何的代志，我嘛是甲伊讲华语。一直到6、7个月的时阵，我互伊听台语的歌。我就看伊反应足好诶，我就想讲，伊对我台语有反应，我就甲即件代志写伫我诶名片顶，就顺便问大家讲，我若要互囡仔会晓讲台语，我爱安怎做？我朋友就甲我讲，你就教囡仔讲台语啊。所以自迄阵开始，我才开始教囡仔讲台语。我即摆想其实我应该迄阵就有母语意识，毋过迄个火就细拍诶，所以我一直都无行动，一直到有遮个事件了，我才开始讲。教囡仔讲台语，所以除了我教囡仔讲台语以外，我就开始去找资源，我就找到，嘛有看到一阵家长教囡仔讲台语，因会小叫出来佚佗，我就做咧出来佚佗。迄阵我感觉阮做诶代志，这件代志最有意义诶，应该互搁较侪人知影，互搁较侪人会当做伙来教囡仔讲台语。所以迄阵我就招一阵妈妈。因为我看因平常时嘛拢伫咧面册写文章嘛，较贤写，嘛足贤写诶。我就招因讲，无咱来写，就是台语亲子诶日常生活，甲咱诶想法甲观念拢写伫内底，就是甲母语意识放伫咧文章内底，互搁较侪人知影即件代志。所以后来就开始就成立即个牵囡仔手行台语诶路。迄阵成立即个牵囡仔手行台语诶路诶时阵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就甲迄阵小少诶父母讲我诶想法，就是面顶即句话，就是一个人出100分诶力，台语较有9个话；若是100个人，每一个人出5分诶力，台语无的确就有机会活落来。因为阮即阵父母除了譬如讲照顾家庭、照顾囡仔，有诶嘛爱咧食头路，阮无可能就是一个人24点钟出100分诶人来救台语，安尼。一个人嘛较无可能甲台语救起来，而且嘛无可能安尼24点钟一直坚持足久诶。所以我迄阵就讲，咱就找家己有兴趣有，比如讲专长也是介意做诶代志，咱大家拢出一寡力来对台语有认同、有热情诶人，咱拢做伙来出一寡力。所以阮诶组织即马就是大家拢开始找家己会当做诶代志，就愈来愈多。部门组织愈来愈大安尼。后来嘛是较知影讲，我较贤写文章，所以我即摆就会主要就是负责写文章诶部分。即摆小解阮即摆名册内容呀，即摆市站诶人数是17000人以上，文章上悬接触人数是15万人。因为阮即阵父母咧教育诶方式拢是较温和坚定诶，所以迄阵我们咧讨论讲，
咱咧写文章的时阵，可能就是甲阮的就是想法较接近，所以阮的品牌就是台语路，我嘛是希望是互人感觉是温和坚定的。啊，阮的这个买种业的目标受众是台语亲子，台语亲子有分两种，头一种就是已经教囡仔讲台语的父母，因可能伫咧这个台语路顶有拄着一寡困难，所以阮会写一寡文章分享阮的经验，可能提供一寡做法支持遮个台语的父母。另外一种是教囡仔讲华语，还未开始教囡仔讲台语的家长，阮希望透过文章，甲遮个母语意识放伫文章内底，互因去想着啊，教囡仔讲母语这件代志足重要，希望会使搁较侪人来教囡仔讲台语。所以一开始阮凊彩阮就设定的目标，就是爱搁较侪人看到。所以阮迄阵的目标才会设定讲，阮是写华文为主，因为遮个还未下过来的亲子，还未下过来的父母，伊可能看无台文，所以阮迄阵就主要是华文为主，希望会使弄破共有站，会使搁较侪人来教囡仔讲台语。所以阮的文章会有各种的议题，遮个议题拢是甲头拄仔讲的遐个目标受众，就是咱希望的遮个台语亲子。就是不管伊是讲华语的，想要下过来讲台语，还是已经讲台语的，所以可能是台语亲子的日常生活，教养的文章，也是台语亲子需要的资源，拢是阮的议题。可能有无共款的人对无共款的议题有兴趣，伊就会接触到阮的文章。除了这就是编辑部主要咧做，阮即摆嘛有其他的部门有伫咧无共款的媒体，譬如讲有 podcast 甲网站，这是去年开始的。接落来，阁有阮去年有一个计划，是文化部申请文化部的计划，阮甲进前的文章甲一寡观念整理做 DM 甲海报，希望放伫社区寄出网络。另外阁有就是顶个月分享的立宪，因后自伊开始办出一场分享会，嘛是拢是甲遮个母语意识传去互搁较侪人知影。了解阮去年的计划，就是2020年文化部本土语言创作甲应用补助。这个计划主持人是我，主要就是头拄有讲着阮做文宣 DM， 阁有台语妈妈，就是台语家庭的经验分享。一个我要了解的就是母语家庭的故事。我头拄有讲，阮主要的受众是希望也未下过教囡仔讲台语的。华语家长嘛会使看有，所以阮以华文为主。毋过因为去年有这个机会，所以阮甲较重要的一寡文章拢翻做台文，希望遮个文章嘛会使互已经看有台文的父母嘛会使参考。所以阮去年有做这个翻译的动作。这个母语家庭的故事的主要就是。要传达母语意识互大家知影，嘛提供大家一个，大家台语家庭是生做啥物款？其实阮嘛是到即摆嘛是定定拄着，有人会问讲，恁的囡仔敢是阿公阿嬷带的还是这是啥物社经地位较低的家庭？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，互大家看到，台语家庭是生做啥物款？希望会使破解大家对台语家庭的迄个误解。另外就是阮拢是写个人的经验，也是看教学团内底的经验，是日常生活的故事，所以伊是较轻松，较无遐尼严肃。希望伫咧这较轻松、无遐尼严肃的文章，互大家会使较轻松去得到这母语意识的部分。阮嘛是提供支持，互遮已经要教囡仔讲台语的家长，伊可能会拄着甲阮同款的困难，所以咱就互相支持行落去安尼。再来是讲，阮去年做的这DM，阮拢总做4份，头前3份是母语意识，上尾1份是行动。头前3份，头1份是文化的部分，
因为文化甲语言是切得长的，语言是文化载体，所以阮头一份就是写语言甲文化的重要性。第二份是多语环境，父母拢就要伊囡仔的优势，阮希望会使透过讲，阮教囡仔讲台语，囡仔自然主流的环境会晓华语，伊就是双语的囡仔。你双语的囡仔有啥物优势？希望会使透过这互更较侪家长愿意教囡仔讲台语。第三份是秘书，因为足侪家长无愿意教囡仔讲台语，是因为伊有足侪误解，所以阮希望把这误解破解，互遐个父母会使放心教囡仔讲台语。第四份就是头前的这个语言意识拢建立了后，咱就第四份开始安怎行动，阮就甲大家讲撇步是啥物。阮除了做毕业帮助海做，阮嘛主动去，譬如讲幼稚园啊、图书馆啊、诊所啊、店头，愿意课的，阮拢希望互伊免费课，希望搁较侪人会使看到咱DM 内底传达的信息，就主动行恁社区内底引起大众的注意，嘛提供一寡资料，咱底有一寡资料拢是我甲语言治疗师请教的，所以做一寡母语的卫教。嘛提供一寡想要做教囡仔讲台语的即寡家长一寡方向。第三个就是去年阮甲网站嘛做起来，阮甲所有的文章整理了后放伫这个网站内底。网站有一个好处就是伊较方便敲找，伊的资料较完整，除了一寡活动较有时间限制性的，阮无放起哩。其他的文章阮拢整理放伫这个网站顶。网站阁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伊袂受到名册规则的限制，因为即摆名册的规则是定定改去，所以其实阮嘛是一直去使用。毋过阮一个网站提供大家较清楚的资源，就是资料拢伫咧面顶，若是大家有兴趣、有趣味，会使去看卖。以上这三个就是阮去年，就是我做主持人，毋过是阮规个台语路的团队做伙完成的这个计划。上尾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，像差不多讲的，每一个人，母语传是每一个人拢是上重要的种子。我希望是，大家若是对台语就要希望会使为台语出一寡力，会当做你家己介意的代志，你尊重的代志，但是你想要做的代志，每一个人拢做，安尼台语就有机会会使继续活落去。好，多谢大家。